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南方東英嘅產品特輯。咁今集咧繼續同大家去分享下咧，即係我哋個股槓桿反向產品嘅最新情況咧，同埋市場焦點嘅。我哋睇翻4月2號最新嘅成交數據啦，我哋見到9隻個股槓桿反向產品嘅成交超過1400萬嘅港紙，有超過90%咧都係嚟自港元嘅加櫃台嘅。咁而且我哋每一集啦，我哋都會分享下投資者比較受歡迎嘅一啲產品名單。而呢個名單咧，其實都非常之有用嘅，亦都反映住啦投資者對後市上面嘅睇法啦，佢哋嘅投資策略究竟係做咗啲咩產品啦，去俾大家做一啲嘅交易上面嘅參考。而琴日最高 turnover 嘅產品咧，仍然係7766 Tesla 兩倍睇好嘅產品啦。咁成交方面超過700萬嘅港紙，而排第2、第3位咧，就分別係7799同埋7399，即係 MicroStrategy 兩倍睇好睇淡嘅產品。咁合共成交超過350萬嘅港紙㗎。過去呢幾日咧，其實大家都比較關注咧 Tesla 嘅相關產品或者一啲嘅股份上面嘅表現啦。咁你見之前股價嚟講由高位回落咗之後，前幾日大家咪用咗隻7766搏短線反彈咯。個策略嚟講亦都係做得啱，而且係賺錢嘅。但係大家都係留意緊咧，即係佢公布嘅第一個季度嘅業績數據啦。咁喺琴日交易時段嘅時候啦，其實亦都公布咗汽車交付數量就大概33.7萬架啦。比起市場預期嘅中位數35萬架咧，就仍然低好多㗎。美股交易時段嘅時候升咗成5%㗎。咁最緊要嘅咧就係大家都留意緊啦，即係 Elon Musk 即係 Tesla 個老闆，亦都有傳佢喺5月份將會退出啦政府上面嘅工作，更加重新專注翻咧佢喺 Tesla 業務上面嘅發展啦，同埋令到成個投資者嘅氣氛有改善嘅。但係美股收市咗之後咧，即係 Donald Trump 亦都宣布咗對等式嘅關稅政策嘅詳細資料啦，震散咗環球市場嗰個投資信心同埋嗰個氣氛㗎。你見盤後價格 Tesla 跌超過8%，預期得到嚟緊啦，呢幾日 Tesla 個股價都相對比較波動。波動嘅話咧，其實反而令到大家做一啲短線交易咧，其實係更加合適。大家咧就可以用一對睇好睇淡嘅工具啦，去做一啲短線嘅交易啦。睇好嘅 ticker number 就係7766啦，睇淡咧就係7366，俾大家去做一啲短線上面嘅部署同埋交易。而整體嘅美股嘅投資氣氛都相對比較弱少少㗎。你見即係政策宣布咗之後咧，其實啲科技股啊，甚至 Nvidia 盤頭股價嚟講都跌超過5%。喺香港交易時段翻嚟咗之後咧，反而最多嘅投資者去問咧，就係我哋隻7388，即係兩倍睇淡 Nvidia 嘅工具啦。雖然有傳啦，即係啲半導體芯片嘅產品嚟講，有機會豁免呢個關稅之外啦。但係整體個氣氛嚟講都相對比較弱。短線嚟講，個值博空間相對比較高。所以大家就留意住隻7388，幫大家做一啲短線交易，甚至啦，你話手頭上揸咗貨唔想沽出嘅時候咧，就幫大家做一啲對沖組合上面嘅回調風險嘅。今日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